这是点了，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今天是藏历2144年6月26号，公元2017年8月18号。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结束对印美两国的访问后，安然返回达兰萨拉。达赖喇嘛尊者未能访问南非博茨瓦纳，表示遗憾。死者罗萨桑格圆满结束对澳大利亚的访问。藏人行政中央举行印度独立70周年纪念日。下面请看详细内容。8月15号，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结束了对美国、印度拉达克、新德里和孟买等地为期1个多月的参访行程后，安然返回达兰萨拉。藏人行政中央死者罗萨桑格和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堪波索南丹培为主的各部门部长及秘书长等前去刚刚机场迎接尊者。居住在达兰萨拉附近的流亡藏人僧俗民众、本地印度居民和各国游客等，也手持西藏哈达、藏香、鲜花等，热烈迎接尊者驾临。以下回顾达赖喇嘛尊者本月在印度的重要访问行程。本周一8月14号上午，达赖喇嘛尊者接受塔塔社会科学研究院之邀请，出席首部世俗论理教材的发行活动。达赖喇嘛尊者在发表演说时表示，现有的世俗教育制度更多地注重于物质发展。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将我们的教育体系中将慈悲与关爱等论理纳入到世俗教育体系，将会带来巨大的变化。达赖喇嘛尊者长期以来呼吁，在现有教育制度中注入世俗论理的课程，以应对人类当前面临的种族、宗教和经济红格的复杂挑战。达赖喇嘛尊者最后对该研究所引进专门针对世俗论理的前瞻性计划给予了高度赞扬。8月13号，达赖喇嘛尊者在孟买出席了以透过跨宗教对话来达到世界和平为主题的研讨会，与不同宗教的领袖共同探讨如何推动宗教和谐。达赖喇嘛尊者在发表演讲时，从非暴力、世俗论理、慈悲心到现代教育体系、内在价值观及内心的平静等方面做了详细阐述。尊者指出，宗教信仰演变成冲突的根源是不可想象的。然而，现在仍有一些国家和地区存在着伊斯兰教逊尼派和叶什派之间的冲突，但这种现象在印度是看不到的。尊者进一步表示，在印度这个国家，非暴力存在了数千年之久，其特色就是采取由慈悲或善良的力量去驱策行动。参加此次会议的各宗教界代表团和政界人士也相续进行了发言。Wherever I go, talk. Number one, I consider myself as one of the 7 billion human beings. Entire 7 billion human beings, mentally, emotionally, even physically, basically same. 此外，原定于今年8月15号至20号访问南非博茨瓦纳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由于近期频繁的访问行程导致劳累，便决定取消对南非博茨瓦纳的访问。与此同时，达赖喇嘛尊者由于近日向博茨瓦纳总统伊恩卡马博士和博茨瓦纳心智与生命研讨会组织者发出视频讯息，就无法参加此次博茨瓦纳会议，表达了遗憾。达赖喇嘛尊者在视频中表示，此次本人未能参加博茨瓦纳举行的心智与生命研讨会，表示遗憾。1年前收到你们的邀请函，感到很荣幸，但是由于过去2个月的繁忙行程，感觉很疲惫。
达赖喇嘛尊者进一步表示，这次博茨瓦纳的访问不是取消，而是推迟，希望有一天能有机会访问贵国。达赖喇嘛尊者在视频中感谢博茨瓦纳总统伊恩·卡马先生，总统对尊者访问该国所付出的努力和关心。达赖喇嘛尊者最后表示，只要有人类，那么我们的问题将永远存在。这些问题是人类制造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以对话的方式解决这些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总是说，21世纪应该是一个对话和平的世纪。另外，达赖喇嘛尊者官方网站也于8月11号发布消息，因考虑到达赖喇嘛尊者年事已高，无法承受过多的劳累，医生也建议接下来的数月内需要休息，不宜进行长途旅行，所以取消此次博茨瓦纳的访问行程，决定回印度达兰萨拉行宫休养。达赖喇嘛尊者也致函博茨瓦纳总统伊恩·卡马先生和心智与生命研究所所长苏珊博士，表达了对无法访问博茨瓦纳和出席生命与心理研讨会的遗憾和歉意。与此同时，本月8号，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萨桑格在澳洲坎贝拉国家新闻俱乐部发表了以“西藏与澳洲民族如何幸存与崛起的中国”为主题的演说。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萨桑格以“要想了解中国，首先必须得了解西藏问题”为主题发表了演说。司政表示，中共当初以支援和建设者的名义来到西藏，修建公路、铁路和机场等。可是这些都不是为了西藏，而是为了更好地统治西藏。他们甚至选择了一些宗教领袖和有名望的藏人来影响西藏民众。但是，即便这样，中共当局也没能赢得西藏民心。司政罗萨桑格指出，由于中共当局对西藏的和平解放，导致100多万藏人死亡，98%的西藏寺院被摧毁，99%的僧尼被强迫还俗。从一开始，中国政府的目标就是将西藏变成殖民地。司政表示，令人吃惊的是，我们看到中国目前的这种权力和恐吓手段在世界各地展开。中国是澳洲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对中国在澳洲土地上的行为表示担忧。每个政府都有兴趣在国外推广软实力，不过中共当局加强控制和利用恐吓手段，对澳洲所代表的民主原则构成威胁。所以，作为西藏人，我们必须告诉你们，20世纪50年代初西藏发生了什么。司政罗萨桑格最后还强调，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终将也将会发生在你们的身上，所以必须加强警惕。8月11号，司政对墨尔本展开了访问，在此期间，司政接受了媒体采访，并与中国知识分子、民主人士和学者进行了互动交流，并会见了墨尔本藏人社区的成员。在访问墨尔本的第一天，司政接受了澳大利亚 ABC 广播电台的采访。在回答记者有关中国民族主义扩张等问题时，司政表示，当前我们看到的孔子学院是中国基于民族主义扩张行为像蔓草一样延伸邻国的一种政策。所以我在澳洲提醒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世界各国，在某种意义上发生在我们西藏人身上的遭遇，将有可能在你们的国家发生，所以要特别保持警觉。8月12号，司政与墨尔本中国知识分子、民主人士和学者进行了互动交流。当天下午，司政在澳大利亚克林伍德市会见了当地西藏社区成员，然后启程返回印度德里。另外，8月15号是印度独立70周年纪念日，位于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藏人行政中央嘎夏举行升旗仪式，向印度政府和民众致意。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萨桑格、各部门部长和秘书长等聚集在嘎夏办公楼前举行升旗仪式，纪念印度独立70周年日。
升旗仪式结束后，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桑桑格接受了流亡藏人各家媒体记者的采访。司政罗桑桑格表示，借此机会，首先向印度政府和民众致以真诚的祝福，同时祝愿印度将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愿印度的经济得到蓬勃发展，其世界地位得到提升，人民将能够获得国家进步所带来的各种利益。司政罗桑桑格还强调，感谢印度自1959年以来为流亡藏人提供各大援助和支持。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印度一样为我们提供援助，因此流亡藏人越来越多地感受到这个国家的伟大。And also I want to thank the government and people of India for hosting a solemn Dalai Lama Tibetan administration and Tibetan people for all these years. No country has done more than what India has done and people of this great country has done, so we are eternally grateful. So today is a day to celebrate India's Independence Day also. 观众朋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星期五再会。